哥林多後書第13章。這是我第3次要到你們那裡去的，各樣事實都必須憑着2個或3個見證人親口所說以確定的。我從前說過，如今又預先聲明，對那些從前犯了罪的和其餘各人，我第2次和你們同在時怎麼樣，如今不同在時也怎麼樣。我若再來，必不歡惜。你們既尋求基督在我裡面說話的經驗證據，我就說，基督對於你們並不是軟弱，他在你們中間是大有能力的。他固然由於軟弱而被釘十字架，卻由於上帝之大能力仍然活着。我們呢？我們在他裡面雖也軟弱，但由於上帝之大能力，我們卻要和他一同活着來服侍你們。你們要試驗自己，是不是在信仰裡生活？你們要察驗自己，難道你們不認識自己，不知道耶穌基督在你們中間麼？除非你們是不中用、經不起考驗的人。我卻盼望你們知道，我們不是不中用，不是經不起考驗的人。我們祈禱上帝，使你們不行什麼惡事，這不是要顯明我們是被試驗為可取的，乃是要你們行善。而我們呢，就做不中用、經不起考驗的人好了。我們不能作什麼事來違逆真理，我們只能擁護真理。我歡喜我軟弱時，你們有能力而剛強。我們還祈禱，叫你們追求完全。故此，我和你們不同在時，寫了這些話，好讓我和你們同在時，不必照主所賜給我的權柄。那權柄是為要建立你們，而不是為攻倒、拆毀、嚴厲地操治你們。末了，弟兄們，願你們喜樂。你們要追求完全，要受鼓勵，要存着同樣的意念，要與人和睦。那麼賜愛與和平的上帝就與你們同在。你們要用聖別的接吻彼此問安。眾聖徒都給你們問安。願主耶穌基督的恩惠、上帝的慈愛、聖靈的團契，常與你們眾人同在。註腳1第9節，我，希臘文作我們。2第11節，和平，或譯平安。